花市在地新闻，在地人，在地情，要来看台南府城金乐轩客家八音乐团受邀请到南投鱼池乡的合兴宫做交流，两个地头是互相分享着无同的客家文化。 台南府城金乐轩客家八音乐团，并说伫咧推广客家传统的八音文化。这边特别来到鱼池乡五城村的合兴宫做交流。阮主要的目的呢，成立这个社团，主要目的就是要传承、推广咱客家的八音文化。除了演奏真侪首传统八音乐曲、客家民谣，佮舞蹈表演，真受到地方各界肯定。那重点是咱两个客家乡亲的这个聚落一起来做交流，促进我们文化、经济以及我们观光的带动哦。 这边的经验交流机会真难得，除了学到无同款的客家文化特色，鱼池乡农会安排大会，宣传营销在地的农特产。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